干你娘，一人一把，操鸡掰！处理了啦，对啊，要处理了。你们平常讨厌我，对我干干叫，把我影片做得那么丑，那我都不计较就算了。我爸今天过世了，那么好几年了，你拿我爸来开玩笑，很好玩吗？很好玩吗？哎呀，哦哦，不要在那边笑我，等你要被带走了。哦，啊，不就每个人都带得走？处理会开直播吗？你怎么在问这种干话？你有那个种吗？你拿一把给我，你拿一把给我嘛，试看看有没有，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试看看有没有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不是啊，有的人真的开玩笑，网络怎么霸凌我，怎么攻击我，把我讲的那么烂，那也就算了。说实在的，你讨厌我，你不想让我继续做直播，要让我直播倒台，就算了。我爸过世了，我爸过世好几年了，你们一些酸民，然后我爸出来讲什么？来，各位朋友，角色兑换，你们今天是天风，哦，你们要让天风倒台，那就算了。说真的啦，你爸过世了啦，人家要拿你爸出来了，然后啦，一直讲你爸啦，然后一直爆料你爸以前还活着怎么样怎么样，一直抱怨你家的事情。说实在的，你会不会火大？会不会火大？来，会打会，各位朋友。我知道今天很多人看我不爽啊，要让我天风倒台，要让我直播做不下去，要让我没办法做出生意了。啊，说实在的，这都歧视啊！我现在最生气的是，我爸有惹到你们吗？我爸爸有惹到你们线上的一些人吗？没有吧？那为什么一些酸民哦，把我们家的事情，把我小时候的事情啊，全部啊都公布出来，在网络上面，
你们觉得这样好玩吗？生日关我屁事哦！林北现在很不爽啊，生日关我屁事啊！来，啊，我要谢谢一些大哥哦，我要感谢一些大哥啦，帅哥美女、大哥大姐们，说要出来帮我啦，谢谢你们。哎呀，这2天再约个时间见个面，看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。哎呀，谢谢你们，好不好？不要天风我爱你呀，来封锁就好了。这种人就签标题已经打成这样了，还在那边嬉皮笑脸，天风我爱你，是不是欠封锁？哎呀，再找个时间啦。哎呀，这2、3天啦，再找个时间，看要在哪里吃个饭见个面，然后看要怎么你们要帮我爸处理这件事情，真的很感谢你们。哎呀，好不好？再约个时间见个面，看要怎么帮我。哎呀，谢谢你们了。不是啦，一些人真的哦，吃饱太闲。你们攻击我就算，妈的，我爸都死人了，在天上做神了，你们还要这样折磨我爸？我跟你们讲啊，这口气我吞不下去呀、我爸死了好几年了，我妈植物人啊，什么事情都公布出来啊。你们觉得线上的讲得过去吗？你们觉得这件事情会不会太夸张了，各位？来，按怒的全部统一封锁哦。按怒的全部封锁哦，真的很累。
好了，一些人不要讲干话，好不好？要讲干话的可以出去了。哦，我不欢迎了。哎，郭董，谢谢呀、早点休息，我没有心情睡。哦，我很尬，我出尬。哦，我现在很尬。不要问我怎么了，看标题好不好？我有心情休息吗？你们觉得我有心情休息吗？哦，我已经说了。哦，我刚才该讲的都讲了，我很累。好，要在那边火上加油了，你可以滚出去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在那里吵。很累啊。来，各位，我放一下音乐啊，哦，小小声的就好。哦，小小声的就好了，稍等一下哦。暗路的封锁了。
峰哥建议音乐关掉 ，OK。来，各位，如果是你们会怎么样？今天互换角色，角色对调。今天你们大家都是天风，你爸爸过世了，有人还拿你爸的照片在那边消遣，讲一些有的没的，你们会怎么样？来赖大，谢谢。你看，又有人用我爸照片了，你看，是不是又有人开始用我爸照片来乱了？来，你们看，我不睁眼说瞎话了，我也不用在那边乱讲啊。我置顶的这个啊，是不是要用我爸照片了？我问过警察，假账号基本上没办法告，好不好？除非他说要来杀我全家，哦，要杀我全家人，放我烧我家，重大案件才能告，要3点或4点的重大案件，警察才有办法查到 IP 位置。你们看呐，我置顶的这个朱天风啊，用我爸照片，来过不过分，各位朋友？不直播就好，没人算你。奇怪，我不能做生意吗？对呀、不能告了啊！我问过警察，假账号不能告，要3点或4点重大刑案，FB 的管理员才会给警察 IP 的位置。我问过了，你们一些人说我要再自言自语，来，我现在置顶这个人啊，朱天风啊，用我爸照片啊，这真的是我爸爸，我没乱讲。哦，我没乱讲，好不好？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有我爸照片。报警没有用，好不好？我就说要三点或4点的重大刑案，警察那边才有办法查到 IP 位置。讲干话的一律封锁了，好不好？心情已经很阿杂了，一堆人没有良心，还在那边讲干话，还在那边按怒。来，朱天风用我爸爸照片哦，我爸爸晚上会叫你起床哦。来，拜拜，直接封锁你就好哦。我刚才就讲过了，我爸爸过世好几年，现在一些人盗用我爸爸照片，自己去粉丝团看好不好？好，其他我就不多讲了。哦，又来一个，来这个也是一样啊。
哦，你看，封锁又来一个，封锁又来一个，不是用我照片就用我老婆了，不然就用我爸用我妈了。为什么要在意暗怒的？FB 会顿，FB 会那个会顿的。暗怒的下播统一全部封锁哦，先跟你们讲一下。来啦，你们要加自己加啦，心情不好也是要让我做生意啦，好不好，各位？还可以吗？来，可以吗，各位朋友？振勋券没有收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来，暗怒的下播统一全部封锁哦，永不解锁。还要讲一些干话的，一样，全部通通都封锁。来，有蓝色的，有红色的。来，各位朋友，1:16，跑车，重力感应。小朋友不会玩，就要按键前进后退，左转右转哦。什么叫重力感应？拿着，你可以按按钮，也可以不用按。方向盘左转，车子转左边；方向盘右转，车子转右边。听得懂吗？1:16。哦，重点它是吃3号一般的电池，车子装3颗，遥控器、方向盘装2颗。来，有红色、有蓝色2种颜色，要哪一种颜色，自己去私讯粉专，好不好？来，听好了，要的朋友500块打+1，要的朋友500打+1，好不好？500块。哦，要的朋友一台500+1，好不好？然后500块含运费。哦，500含运，有蓝色，有红色。那个伟宅来私讯粉专哦，你要配你先私讯，好不好？因为乱的人太多了，我没有怀疑你什么。来要的朋友，有蓝色，有红色，要的朋友500+1运费。哦，要的500打+1含运费啊，自己私讯粉专。要蓝色要红色，你们自己挑啦。要的500+1啊。哦，有蓝色，有红色，要的500打+1，
啊。我先讲一下，红色的只有3台，蓝色的只有3台，要的赶快。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，我颜色就随机呀，好不好？颜色就随机。我就说500含运费了，400可以吗？没办法哦。没有附电池哦，电池自己买哦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不用600，500含运。就是500块含运费。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香港、澳门的朋友没办法下标，不好意思。要的就是500我就说不用600了。装电池的，装电池的好不好？要的500打加一，来，最后10秒，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国外朋友没办法拍谁？我就说500含运费的，有人还在300人吗？400人吗？做个生意，一堆人乱在乱什么啦？各位，你们乱够了没啊？不管真的假的，不相信不要买就好，没有错。我就说500，你还在600，为什么600不给卖？来，我不卖你，来乱的，直接封锁你。蓝色只有3台，红色只有3台，要的赶快私讯粉专。我管你什么面粉还鸭粉，干我什么事啊？不要来乱。B 大吃字很严重，不是我眼里只有酸民，好不好？我10秒留言者次数20-30次，
我要怎么每个人都看得到嘞？好不好？拍谁拍谁。哦，我10秒留言次数20-30则，我不是不理你逼大，不是我眼里只有酸民，好不好？不是我眼里只有酸民。哦，拍谁？喂，来来6500要的加一啊！16罐香水，有男生有女生，桌上满满的，来6500含运。6500要的含运，要的加一含运费16支，要的直接的私讯粉专哦，总共收到就是16支哦，6500来含运费，保证全部都公司货，保证全部都公司货，全部拢正品哦，全部拢是正品公司货，不是水货哦，不是水货，全部都是公司货。总共有16支，有男生有女生哦，要的自己截图私讯6500含运，123456789，哎，12345678910111213141516，总共16支，要的6500加一含运费。外面买不到这种价钱啊，跟你们保证啊，6500含运，全部保证公司货。买到一只，如果你全部买回去有一只是假的啦，如果有一只是假的，欢迎做提告，好不好？哦，欢迎做提告啦。哦，要的6500含运费。宾士香水也在里面。你买到假的，我退你钱，然后再做提告了，好不好？哦，再上一档，哦，上一档，哦，上一档，哦，我有用一个大箱子，啊，0元起标，人家喊到7500，啊，7500又没私讯，哦，啊，我要跟他说不用7500，6500加一含运费，他也没私讯粉专。哦，这样6500，好不好？就是6500了。哦，有男生有女生的。哦，有，里面有三只万宝龙啊。哦，3-4只万宝龙。来，听我的朋友，有喜欢小香的，全部16只带走，6500含运费。有卖观光倒流香吗？没有哦。
说真的啦，哦，一些人啦，我爸爸过世啊，然后我爸爸到用我爸照片，用我妈照片啊，在那边讲一些有的没的，这些人我真的说真的，我不得原谅啊，这口气我吞不下去，说实在的。你看，你看，又来一个了。你看，又来一个用我爸照片了。你们看呐、洗我你啊，要用我爸照片了。你看，空拍机没有，3000全包，不可能哦！我本钱都不止3000了。你看，我这个置顶的又用我爸照片了。你们看，你们看这是人吗？连我爸过世都不放过我爸，连我妈植物人也不放过我妈。不是用我爸照片就用我妈照片，到底要我怎么样啊，各位？直播是我的兴趣，好不好？不要这样嘛。来双直播，我邀请你来，我现在邀请你啊！有种不要封锁双直播来啊！我邀请你就不能邀没？我也没封锁你，来啊！快点啊！那个维尼，进来啦！一大全部6500吗？对，含运费哦，保证全部正公司货哦。买到一只假的，全部退钱，再欢迎提告我诈欺，好不好？你看，又来一个啦！你看，又来一个啦！要用我爸照片啦！我爸都死了，一直用我爸照片，你们看过不过分？他要不敢双直播。刚才那个我爸全名没有错，好不好？我爸照片。F 大，谢谢啊，我会加油。有买的全部买回去验啊！我就说，如果是假货，我全部退你钱啊！你再提告我嘛？顺钱跟卖卵啊，去歇困啊，卖个一直压。
对呀、消费晚生节都不怕报应，他们就不怕啊。会怕的话，人讲一次就会听的啦，不会一直用我爸照片上来乱了。零食没有哦，来，直播关掉，手机没电了，哦，没办法继续开哦。几毛的，有些5毛，有些4.5毛，还有一只7毛的，哦，有4.5，还有7毛，还有5毛。没有遥控飞机啊，好不好？要的全部带走了，6500含运了。洗衣球没有，风格冷冷还会开吗？不一定哦，我手机没电了，好不好？不要问我碳水铝水单品的多少啦，哦，你们要买单品一瓶，单品就是400或500，看哪一种啦，哦，价钱不一样。来，手机没电了，哦，关掉，来，拜拜。